接下去就是我们的压轴好戏——旗袍走秀，请大家拭目以待。我们最先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今日最热门的节目——旗袍古装秀。 第一组这个是凤仙上庄这阿嬷内底有一位92岁的阿嬷，阁有2位88岁的阿嬷。 第二组长旗袍。 会的会长，
伊重阳节有迄个表演，迄个结婚70年的迄个纪念。 第三组吼短旗袍，参加的会员有29个人，平均的年龄是80岁以上。 接下来吼是一个特别的节目双人专。 老
队吼是做曹文君的假皇帝啦吼，带着红腰吼，穿便服出巡啦。 旗袍。秀的迄个长辈吼，会当人招待。今仔日吼，因为咱第一届办这个旗袍走秀，真实的吼，因为通知的时间、准备的时间拢无好，所以多谢大家旁边吼。我有注意到，讲今仔日嘛真侪人吼，拢穿真水。阮即摆要邀请，今仔日穿旗袍的人，你们愿意起来，咱来。 免行路，你就直接头跟他配啊，好不好？穿旗袍，今天穿旗袍，请上来。那个 Kenny 音乐帮我放一下。
好好。